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研究台湾话，有当阵啊，一句音一字解说几多种的用途，本身有伊家己的意思，另外手骨撑出去，引申出去，解说原来各种无同。敢若讲一个花就好啊，花这字伊的用意5花10色，你敢要信？来，国情就你来研究一下。咱先来讲一句形容词，这原来当当作动词来用，或者花哥。这个人吼真花哥啦，伊代志要来甲你花袂煞，要来找伊大花哥啦。这过去四句联、胡新邦啊、大剑歌内底拢有念到，就是讲代志安尼加军袂煞。这个花咱嘛知，本底的意思就是花蕊的花，就红的花、青的花。但是即马意思延伸落去5花10色啦，变化万行啊啦。所以淡遮毋是咧讲花蕊的花，是讲即个人真贤花的花，讲或者专工要来花哥的就对啊。这过去日本时代大历大书典内底就有写着。过来讲到即个花国情，同款编大日大书典，搁另外一个词，即马原来较少人用啊，就是讲叫做花经。你若看到花经这2字，好朋友你唔通误会，唔通想讲国情我知，这放咧卖花的花店做花经，唔是喏，这真简单。过去4句联，人原来常常咧念，就是讲风花雪月的场所，对啦，就是讲迄款桃花的所在，讲做花街柳巷。较早人即句话讲做花经啦。但遮的花，当然花蕊，伊就特别解说做桃花迄方面去的花，毋则讲。花经你就唔通行，少年家你若要顾性命，若讲钱银要欠会条，花经千万就唔通定去。这个所在咱就要慎重啦。讲到花经，国情阁想到另外一个词，这个词2种的解说。来，这句话讲做花祭。那日本时代大日大书典内底咧说明，就是讲风月场所的女性，伊无法度脱开。无法度脱开这款束缚的运命，所以这叫做花祭。花祭行啊未了，只好是淡风尘中继续伫咧漂流啦。毋过国情阁想到相信好朋友，你若爱听台湾歌，一定一条歌你真熟悉，就是那看到作词杨三郎作曲这条《苦恋歌》，这条第3拍的歌词，讲第一痴情就是阮，每日目屎做饭吞，欠伊花祭也未满。今日才着受苦恋，是啦。但遮的花祭，当然就是讲2个人男女感情中间，我欠伊的情债还未满，今日才着受苦恋。这花祭讲来到遮，咱就知影讲2项的解说咯。风月场所女性的命运嘛是叫做花祭，若爱情歌内底讲情债，原来讲叫做花祭，毋是讲一字有多解说，咱就要认真来研究花这字5花10色多变化趣味的内容啦。